如果说很多人对我的怨、对我的恨，一定要扣扳机，让阿扁死得难看，这样才能够平复。我愿意为台湾来牺牲，就请扣扳机吧。6月20日，当时陈水扁针对国亲两党对伊提出的罢免案，无向立法院提答辩，是透过电子媒体向人民报告。陈泽兰、张明强，还是讲徐旭东所送予因的这个礼券，我愿意落台一鞠躬。记者会2点钟讲到所有经营权争议，大概风波担忧何事件？于这一点，我们是完全无法接受。国宝出入白菜，2014年6月20日头一次到海外，日本东京博物馆展出，日方选在海报点名的故宫名称，省掉国立2字。一直都没有办法获得日方的回应，所以到了今天早上，我们才有这么大动作。因为无依照合约使用正式名称，6月20日的开箱仪式记者会因此取消。当时总统马英九指示行政院严正交涉，当时总统夫人周美青嘛取消到日本参加开幕仪式。伊直讲日方更改正式名称，东京博物馆的馆长道歉，翠玉白菜才顺利展出。